我青一环太次年，希望每3年嘅木卡就做得有一只简简单单嘅花圃，也是一撮细细嘅森林。我看到心情动舒爽快乐，我青好青一个素材，自由发挥我心里嘅想法，好好创造设计嘅才华。我是顾家娘，未来我想要做一只园艺设计师。希望做得一步一步成就自家，完成梦想。来，各位同学，今天上的是造园景观课。那我们在前阵子已经做过单项的练习，各个岗位的单项练习都不一样。那我们今天来测试，给你们30分钟的时间做测验哦。第一道题係苗栗太湖農工園藝科嘅草園景觀施工嘅學習片場。第二名係大家園藝科嘅同學，想要通過檢定得到園藝證照，都聽出愛學背嘅技能哦。韓國啲嘅第一層嘅業教會嘅細胞嘅同學，就係人家拜我去到職場體驗嘅主角，園藝科3年生嘅顧家妞。哎，佳玉，你看一下，你來這邊看一下，你這邊看一下你的那個線。我剛剛是說鈎要挖開一點點，那你沒有挖開，你待會踩那邊的時候土又崩回去了，所以你的線是有點偏歪了一點點。那你可以利用紅磚把這裡鋪平。那你待會在排的時候會比較好排，這樣可以嗎？好，來，就是它水平很難抓，然後很容易爬樓梯，因為就是要排得又直，然後又一樣高，就是有點難度。像我就學了2年多才學會，對吧？然後我覺得園藝科最辛苦的地方就是曬太陽吧，因為就是要在大太陽底下，然後又要扛鋤頭，然後又要挖，就像這個挖溝，就光挖溝就會一直流汗，然後很熱啦。我覺得很熱就很辛苦，對啊。冇錯，日頭暗淡熱發發嘅做到汗流滿多，真見到辛苦。你阿咪係園藝科嘅同學，聽說會讀到嘅運命，唔過啲所有嘅專業課程地度。還係要做的本家妞，吃到又輕量又有挑戰性的課程哦。這門課是組織培養，然後就是取蘭花的那個，就是這個根，然後我們就是用無菌的方式，然後從一隻就是變好多個，就是大量繁殖這樣。那好多個就是不會說很容易生病，而且會跟第一個一樣長得很好。然後我覺得最有趣的應該是就是在消毒吧，因為覺得就是很無聊啊，可是就覺得很好玩啊。然後，可是我覺得有點麻煩，就是不管怎樣，一定要一直消毒，因為它是無菌。就是做完之後，如果它有成功，就是還蠻有心的，就是可能說，哎，一隻又會變好多個。可是如果說失敗，就會看到很多發霉，就會覺得很惡心這樣。然後就是我們這個學期有學到組合盆栽，就是利用蘭花跟一些觀葉植物，我覺得觀葉植物是屬於就是比較樹那個方面，對。然後我們就是利用花跟樹把它結合成一個給人家觀看的盆栽，而且組合盆栽還蠻多學問，就是很特別啊，就是你不是說你隨便擺都很好看，就是有一些技巧。然後我覺得我喜歡組合盆栽是因為說它不會很死，因為它就是要套用一些自己的想法，而且自己的想法一定跟別人不一樣。然後我覺得我比較不適合農業，因為就是鋤頭對我來講真的很重，而且我真的不太喜歡曬太陽。可是花藝的話就是不一樣，就是你可以讓自己很有想法，就是腦袋會動啊，就覺得比較活，不會很死這樣。看來家妞已經對當道嘅園藝發展兩個當中，前度嘅請合適設計要有熱情嘅方向嘅。唔過學教學嘅組合盆栽，老師從後買到當小條嘅，將來會有乜嘅政策呢？人家拜就特別安排嘅園藝合資化前有名嘅園藝設計師朱燕姿來做嘅職場熬研，相信聽咗咗的本動效同腦筋嘅家妞帶來更多挑戰咯。
见志哥。嘿，佳玉，你来了，太好了，你刚刚可以帮我的忙。好啊。对，我在处理一个干燥花的网络订单。然后这些花其实都在后面，然后我要麻烦你先帮我把这些花全部都找出来。好。对，这是客人的订单很重要，所以你不能把花拿错。好。如果不知道，你可以问我。对，佳玉，你是学园艺的，对不对？对啊。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学园艺啊？因为园艺就是很多方面啊，然后就像现在这种干燥花，就觉得哇，设计还蛮有兴趣的，还蛮有兴趣的。佳玉给我的第一印象，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亲切感的一个小女孩。不过会觉得，一个学园艺的人，感觉以她来说，我觉得她好像太瘦弱了一点，感觉好像就是一个文弱书生，今天硬要来就是田里要拔菜的感觉。然后同时我也想了解，就是一个本科系毕业的学生，他对于就是我架上的这些花呢，他了解多少？你哪一个东西找不到？你可以跟我说。大花地菊。大花地菊梗吗？大花地菊梗就是这个，它是用树皮制作而成的。对，酷。它一份的话是2朵，一份我帮你准备好。好哦。那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这个是薰衣草吗？这个是薰衣草没有错，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篮里面薰衣草它有很多种，可这个的话没有特别标明的，它就是这个英式薰衣草，因为这个是最便宜的。哦，最便宜的。对，所以你刚才就拿错了。虽然大多数的真花呢，就是它如果干燥以后是长得不一样的，但是我今天拿来销售成干燥花的花呢，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真花的时候跟它是干燥花的时候长得是一模一样的。可是我发现他不认识的其实占了80%这样子。冇想到张报道嘅假肉，啲分片干燥花嘅品種蛋糕就流開咧。土地謠言自個天數，當日就潛出嘅迎客天嘅花材，生下來除了好用嘅包裝料。所以接下來你要做什麼呢？你可以做一件事情，用麻繩，你要用麻繩幫它做一個捆綁的動作，因為這樣看起來會比較有那個鄉村風的感覺。質感嘛？對，會比較有質感。這就是包裝。對，你覺得包裝重不重要啊？蠻重要的。蠻重要的哈。就包得醜醜就不想買啊。就跟我們人穿衣服也會挑衣服一樣。對。對啊。那這個東西我教你用另外一個包裝，叫用玻璃紙。你有包過花束嗎？沒有。好，那等一下是一個很好的練習。好，那一朵包一個，因為這樣子它比較不會受到破壞。這樣它不會掉嗎？哦，下面要貼起來，這樣子嗎？會太醜嗎？還可以。他會不買啊？你看這樣捲起來是不是舒服多了？哦。其實乾燥花在學校是沒教過，包括它包裝。今天是就是算是徹底的了解它，就原來乾燥花是這樣子包裝，因為它其實看似就是很簡單，可是包裝起來其實它有一些小技巧，像花就是不可以掉啊，也不可以粘得太醜，就是可能客人不喜歡。所以我覺得說，既然學校沒有學的都來到這邊，那就是勇於嘗試看看，就算做錯，我相信念之哥也不會罵我。那佳宇，你還記得那最後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嗎？放名片。為什麼要放名片呢？他才可以需要的話就可以以電話聯絡你。對，簡單的說，其實就是這是一個做自我行銷的一個動作。因為其實在這個我們入了社會以後呢，懂了自我推薦，甚至懂了品牌行銷，是一個品牌存活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則。但槍對乾燥花嘅包裝，假肉唔但槍好賣嘅，用嘅老花材反正要將嘅送到迎合嘅數項，媒體比到行銷設計要結重要嘅。唔過殺下來，又會出現你一個好黏膩嘅假肉，從來盲食看過嘅花材呢？你有聽過永生花嗎？沒有，我只有聽過繡球花。所以你不知道什麼是永生花？怎麼會不知道啊？你會摸看永生花？喲，你覺得它有沒有水分的感覺？有，很特別哦。我覺得佳玉啊，就是她不懂永生花這件事情呢，之所以讓我很驚訝，是因為我覺得在2010年的花博那一年已經非常盛大了，就是介紹永生花的東西。同時，我覺得他是對園藝有興趣的人，應該是會知道，沒想到他竟然不知道。佳玉，剛才我們的訂單不是有出現一個東西叫永生花嗎？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小东西，就近几年才出现的。然后你看这样做起来是不是非常可爱？对，所以我想要让你来试试看，你可不可以透过眼前的材料去完成这一盆可爱的迷你的永生花作品。好，材料拿出来的当下有点傻眼，就是玫瑰怎么是散的？燕之哥就说要把它煮起来，但他就觉得说，玫瑰怎么可以煮起来？但是在整个煮的过程中，就是像玫瑰是一片一片叶子连上去，而且你可以想要它大朵一点或是小朵一点，就觉得原来永生花也可以这样子。那接下来麻烦你帮我把花瓣从最小的粘到最大的，最少对，粘到最大的。然后你要尽量让这个花感觉好像打开来了，它的打开来都是我们透过手的技术让它变成展开来的花。其实永生花就係留持花嘅花片，一片一片嘅，經過脫水、配皂、染色一條鋪草，加工變做成木豐富，要做得保留持花強有質感嘅花類。假如雖然係第一擺次運用永生花來組合盆栽，不過相信佢嘅創意、美感，然勇敢接受新挑戰、安樣嘅態度，應該做得創造出本燕之歌未當時嘅作品哦。你做完了吼，然後如果這2盆都不是你做的，你現在只是一個消費者，這2盆放在你眼前，你會買哪一盆？就第一次煮盆遇到這麼大的挫折，就是連植物擺進去都站不住，然後就有點手忙腳亂的感覺。因為我發現這個花器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它只有在中間的地方是最深的，所以你在設計上的時候，你可能要去注意到，就是你是不是要先種這個，然後把這個集中在中間。對，這個要集中到中間。佳宇，你做完了吼，然後如果這2盆都不是你做的，你現在只是一個消費者，這2盆放在你眼前，你會買哪一盆？這個。為什麼？因為我覺得它高度就是比較一致，對，可是旁邊就有點樣樣。對啊，這是好像有點爆米花的方式在呈現出來，對不對？對。怪怪的，所以這樣是不行的。不行的。對啊。好。你不覺得有點可惜嗎？對。那你知道要怎麼做嗎？你有沒有發現你有個材料沒有用到，叫做紙膠帶？對。你還有個東西叫鐵絲，是不是？是。這過程呢，我就是想讓他知道，我帶他去看到他作品的缺失，然後同時我也嘗試讓他知道怎麼可以去改善他的作品，因為他只記得就是要把花插上去，可是他忘記了花是可以加筋、加鐵絲，讓它變得更長、更符合整個架構上的一個使用，這樣。失敗為成功之母啊，然後就是雖然拔掉，但是又學到說工具都很簡單，只是一個細鐵絲跟一個綠色的紙膠帶而已，就可以把它加長。我覺得這是一種技巧，可能別人沒有想到，但是如果你想到，如果在業界上，可能你就贏了人家一大截。假如唔驚做唔錯，佢仲係用正向樂觀來看事情，見做見學，展現出職場上本人嘅欣賞嘅態度。故受燕之歌唔但搶當奧諾基，還結天帶佢行工作室，學能我一項業餘技能哦。嘿，佳玉，你有沒有發現我們今天要來做的工作是要整理這片植物牆？此外，你會看到有一些枯葉。枯葉是對。第一個步驟是你要先幫我把這些枯葉做一些簡單的整理。整理。好比說這個枯掉了，你要把它剪掉。好。然後除此之外，像這個沒有盆的，你要補盆進去。然後你在換盆的時候，你要先從這個比較不漂亮的地方開始換。好。對。好。然後當你換完以後呢，接下來你要做的是一個施肥的動作。原來植物也可以在牆壁上，就是它怎麼可以固定在上面，而且它澆水的方式我覺得很特別，就是它是有點像滴管式的，從上面一直到下面。下面生態上，咪係最近幾年來正實行嘅園藝工法，運用嘅櫃面嘅設計師嘅綠色盆栽，本室內加添嘅強幽幽嘅感覺，
行家做得有降温舒壓嘅效果哦。唔過家用喺過程當中，從未遇到嘅一系列問題哦。我有事先告訴他整個流程跟工作項目這樣子，然後可能是新手吧，所以我跟他講完，其實他步驟有點混亂了，他沒有先把整個牆的修剪就是完成了，然後再去進行植物的更換。你還記得我剛才跟你講的第一件事情是先修剪嗎？先修剪。所以其實你應該把全部都修剪完，再來換盆。我想說把這顆補過去，然後因為它這個籃子用放黃金葛。好，那你就把這一顆種過來。對。有蚯蚓，但被我埋住了，因為我討厭蚯蚓，因為覺得蚯蚓很惡啊。然後我們老師說，通常1年級可以尖叫怕蚯蚓，可是2年級就不行。但是我從1年級到現在一直都怕蚯蚓，而且它頭切斷還會再長出來。為什麼黃金葛會有蚯蚓？你覺得蚯蚓是跟着黃金葛，還是跟着土壤來的？通常講是跟着土壤。對，所以它跟它是什麼植物沒有關係。沒有關係。那是因為它取的那個土壤裡面本身可能剛好有蚯蚓的卵。然後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土裡面會有一顆一顆那個很像球？你不認識它嗎？有點不認識。你真的是園藝科的嗎？真的。那叫發泡煉石。啊，收到。嗯。你知道發泡煉是幹嘛的嗎？我知道。知道了哈。便利排水。他忘記了。因為他問的問題都不是我想象中會出現的問題啊，好比說泥土裡有蚯蚓，好比說泥土裡面有一顆一顆圓圓的，那是什麼東西？我都覺得那不是問題的問題，對啊。但是我覺得佳玉的態度基本上算是蠻謙虛的，所以當我就是糾正他以後，他都可以很快的去改善，然後所以基本上我對他今天的表現還算蠻滿意的。看來家玉雖然冇呢一系列嘅問題，唔過勇敢提出問題，還係為自家家庭嘅一道分哦。故手喺現場完工過後，燕子哥決定帶佢直接去到花圃，了解行客到陳列植物嘅專業知識。其實室內的植物牆跟室外的植物牆看起來好像是一樣的東西，可是做法其實很不一樣。因為在室外的話，它會遭受很多自然環境的摧殘，好比說風吹日曬雨淋，所以它本身架構上要非常的穩固之外呢，而且在植物的挑選上，它也必須以可以耐氧性的就是室外植物為主。那你覺得植物在我們生命當中是一個必需品嗎？也不算必需品，但是不可或缺吧。你現在穿的是什麼衣服？它是什麼材質做的？棉質。那棉花是不是植物？是。那你今天中午吃了什麼？漢堡、米。對，植物這個東西呢，它可以幻化成我們生命生活當中的每一項不同的東西，所以其實植物跟我們的生命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你愛植物，其實植物它可以給你的生活跟你生命的改變是遠超於你想象的。對啊，然後我覺得就是這麼重要的東西呢，我覺得如果未來有機會呢，你一定要好好去發展一下，讓植物可以成為地球上一個越被人家注目到的東西。好。花藝設計師跟園藝設計師，其實很多的業務範圍都是重複在一起的，甚至有時候我覺得它可能都包含在園藝裡面。其實有非常多的東西呢，你有發現在我架上有做一些小玩意兒。有。好比說像這個作品，你覺得這花器漂不漂亮？漂亮。很漂亮，對不對？但是裡面好像可惜了點，對不對？對，都死掉了。所以我等一下呢，我想要請你幫我一個忙。好。幫我把這個作品做得漂漂亮亮的。好。給你1個小時的時間，你幫我把它完成好不好？好。可以嗎？可以。我很想看見佳玉，她對於就是植物是不是充滿熱忱的？因為我覺得她如果今天她未來想要利用植物成為她的元素材料的時候，我覺得喜歡這個東西的時候，她才有辦法很好去善用這個東西，了解植物這個東西。就是在設計的時候，有時候會遇到一些這個也很好，那個也很好，每個都擺進去看看。可是現在這個盆器它是一個不是開放式的。有點難以決定說到底可不可以放，因為這個如果把它拆了，它就沒辦法這麼完整。你像這個一拉就整片都拉出來，所以我覺得它真的還蠻難的。因為我發現這個花器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只有在中间的地方是最深的，在旁边是浅的。所以你在设计上的时候，你可能要去注意到，就是旁边这么浅的水台的地方，你是不是要先种这个黄金景天去做个铺面，然后把这个集中在中间。对，这个要集中到中间，你的作品才有可能完成。假玉也摆会挑战嘅，就係亞下輕時行嘅黏黏文創類設計商品。不過愛做得先到合適嘅尺物，行我要創意、美感要細心，當然就有佢嘅難度咧。相信假玉那係順利完成，幾種成就感，聽出係當小有嘅感覺哦。你还有15分钟，应该可以完成吧？时间上我觉得蛮给压力的，因为我觉得这东西真的很细，我觉得一做快就会变成很乱。我如果一块，我就变成叶背都朝上，人家看到都是叶子的屁股，然后加上镊子，就是工具上有一些不熟悉，然后就变成时间压制，然后又慢，然后加上就是有点手忙脚乱，就是错乱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做不完，而且时间要到了。最后是虽然不是到满意100分，但是我觉得至少我没有说我失败就不做，但是我还是把它做完，虽然只有50分。对，佳玉，时间到喽。看你好像完成的差不多了，是不是？有点犹豫，你在犹豫什么？就不知道要不要留白，可是留了很奇怪，不留又觉得它跟它能合在一起。你说要不要留白这件事情呢？其实我很保留，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们做这个植栽的设计啊，它也是一个艺术品。所谓的艺术品是什么意思呢？它没有绝对的美感。我们不能判断一个人做的东西是不是最美的。创作那个是一个个人的想象空间。可是只要你愿意告诉我，就是这个东西它的价值在哪里，然后我觉得我看得到你所谓的价值的话，其他还是可以有价值的。至于我觉得这个留白没有不好啊，如果你觉得它很美，那它就是很美。你觉得你看到什么？我想到的吗？对，我觉得很像人家中国就是戴的那个。OK， 我懂你了，是格格对不对？对，有格格的，真的有一个格格的 feel， 对，小玉格格，小玉格格都可以完成。佳玉，经过这2天的相处啊，燕之哥对于就是你在学习上的态度，还有工作上的反应啊，都觉得是还蛮不错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可以好好保持下去的一个热忱。但是比较小遗憾的地方是，我觉得你可能在专业知识上可能可以再多一些努力。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可能还不够爱你的植物。如果你够爱你的植物呢，你应该会很好的去了解它。未来如果你真的爱上你的植物的话呢，我觉得你一定可以很好的在园艺的产业上去做一些原创性的发展。同时，我觉得未来的舞台一定是属于你们这些年轻人的。經過6年下來，我看到照題嘅花老用神花，也係我跳擺冇學過嘅，我知道動特別也好多動到。第一天行高長度，雖然有失敗，不過有燕之哥事情之托，本我完全考驗，願意設計愛做嘅事情動到，未來我會好好努力。